据报道，中共政府取消了美国籍教授马永屯6月21日在广东济南大学举行的题为“中国伊斯兰教访谈计划”。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有150多万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抓捕入狱或关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根据最新消息，和田地区某一村里有3452个维吾尔人分别关押在监狱和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当地法院和检察院因关押人员数量大，超出了承受范围内，很粗糙地完成了审判过程，甚至没有审理就进行了宣判，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根据维吾尔人权组织消息，在端午节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至少有40名维吾尔人因拒绝过端午节和吃粽子及参加庆祝活动，而被中共政府关进了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另外，在阿克苏的阿瓦提县、喀什的苏勒县、和田的莫玉县等地，有100多个家庭因拒绝吃粽子，遭到当地政府罚款50至1000元人民币不等，还被要求写保证书，承诺每年要庆祝端午节包粽子，不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我们将严厉谴责中国当局借此实施少数民族同化，清除伊斯兰风俗。自2018年2月中共政府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破坏全面升级。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穆斯林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大劫难，许多人被抓捕洗脑，尤其是30岁以上的男性是重点抓捕洗脑对象。如今，该地区30岁以上的男性已被警察抓得所剩无几，已陷入白色恐慌中。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摧毁维吾尔民族文化政策仍在继续。中共政府之前禁止穆斯林戴头巾和在分斋月分斋，要求穆斯林死后火葬。根据最新消息，乌鲁木齐当地政府又出新规定，禁止穆斯林购买墓地。中共政府迫不及待地想让维吾尔人从地球上消失，并朝此方向一步一步逼近。据外媒报道，6月21日，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在登机前往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麦卡伦探望移民儿童时，被拍到穿着一件写着“我真的不在乎，你呢”字样的风衣，引发网友热议。梅兰妮亚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这只是一件衣服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五呼吁美国特朗普政府全面改革移民政策，采用拘留以外的方式，儿童拒不因基于家长的移民身份而被拘留，应停止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的决定。对已经被监禁的数千名儿童而言并没有帮助，他们理应得到释放，与家人团圆。